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，记载在旧约圣经创世纪18章16到33节。创世纪18章16到33节。和合本圣经在18页，其他版本请看荧幕。三人就从那里起行，向所多玛观看。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，要送他们一程。耶和华说：“我所要做的事，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？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，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。我眷顾他，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，秉公行义，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。”耶和华说：“所多玛和蛾摩拉的罪恶甚重，声闻于我。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，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？若是不然，我也必知道。”二人转身离开那里，向所多玛去。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。亚伯拉罕近前来说：“无论善恶，你都要剿灭吗？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，你还剿灭那地方吗？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？将义人与恶人同杀，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，这断不是你所行的。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？”耶和华说：“我若在所多玛城里见有50个义人，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。”亚伯拉罕说：“我虽然是灰尘，还敢对主说话。假若这50个义人短了5个，你就因为短了5个毁灭全城吗？”他说：“我在那里若见有45个，也不毁灭那城。”亚伯拉罕又对他说：“假若在那里见有40个，怎么样呢？”他说：“为这40个的缘故，我也不做这事。”亚伯拉罕说：“求主不要动怒，容我说，假若在那里见有30个，怎么样呢？”他说：“我在那里若见有30个，我也不做这事。”亚伯拉罕说：“我还敢对主说话，假若在那里见有20个，怎么样呢？”他说：“为这20个的缘故，我也不毁灭那城。”亚伯拉罕说：“求主不要动怒，我再说这一次，假若在那里见有10个呢？”他说：“为这10个的缘故，我也不毁灭那城。”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，就走了。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。以上，请本堂许牧师来讲道，题目是“站在破口寺，仍旧站在神面前”。站在破口寺，仍旧站在神面前。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谢谢你，让我们再一次能够领受你的恩典。我们要再一次透过站在破口，来让我们明白，主，我们要站在你的面前。求主你赐给我们智慧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在亚伯拉罕身上的应许以及他的使命。愿主你亲自来带领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站在破口，我们一直在宣讲的这一个系列，今天是最后一讲。我们再一次来回顾一下，在第一讲是在8月3号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在谈的是，当以色列人造金牛犊，在拜牛犊的时候，耶和华上帝发怒。摩西在那个时刻站了出来，求告耶和华来饶恕百姓。所以在摩西的身上，我们再一次看到，他除了是一位伟大的属灵的领袖之外，他也是一位代祷者。然而在摩西代祷者这个特质当中，有几项是我们继续来不断的学习的。他是不顾自己，而且他是按照上帝的心意，运用智慧来代求。他依遵守着圣洁、爱与承诺，以及他舍命，愿意为这一群百姓付上他的性命的代价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在每一个时刻，他都与主同行，他都与主面对面。在8月10号
站在破口的第2讲是在讲的亚伦，当耶和华上帝发怒使这一群百姓得到瘟疫的时刻，亚伦他按着他祭司的职分，站在百姓中间，为百姓来代求。耶和华上帝听到了他的呼求，就让瘟疫止息了。然而我们在上个礼拜，我们是看到以西结先知，他站在破口当中防堵所有的一切。然而这防堵所有一切的人，不是先知，不是祭司，而是在提醒，是我们每一个人，当我们看见破口的时候，我们要依靠着上帝，勇敢地站出来，堵住破口。特别我们要为台湾来代求。然而今天我们所要看的是亚伯拉罕，他如何与上帝同工，而且一再地为人来代求。这是我们在这一个系列当中，我们所要明白的。其实我们都是一位代祷者，我们都是一位代祷的勇士。然而从今天的经文，我们要再一次的往前来看，其实亚伯拉罕与罗得这样的一个关系，要从创世纪第12章当中，我们再一次来看见。当亚伯兰领受到耶和华上帝对他的呼召，上帝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，要往耶和华上帝指示他的地方去。于是亚伯拉罕离开了乌尔，他去了哈兰。在哈兰之后，上帝再一次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。那个时刻，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撒来以及侄子罗得离开哈兰，往上帝为他预备的迦南地。但是我们看见，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亚伯兰他领受了上帝对他的命定呼召。上帝对他的命定呼召拣选有3件事。第一个是要往上帝所指示他去的地方，也就是上帝已经告诉他你要往那个地方去。第二个是要他成为一个大国，成为万民的，作为神的子民。他要让这个国兴盛起来，让所有的百姓都成为上帝的子民。第3个是要万族因亚伯兰而得到祝福。然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在创世纪第13章里面再一次述说，其实在这里面他们在离开移动的这个路程上面，亚伯拉罕与罗得他们的牲畜渐渐的多起来之后，他们的牧人时常为了水草在争执。亚伯拉罕他决定要来跟罗得分开，他让罗得先选，他来选择。所以当罗得看见约旦河整个平原都是很滋润的草地的时候，他选择了那人所看为好的这一块土地，然后将他的帐篷渐渐移往那块平原去，直到所多玛。然而在所多玛的人却是在耶和华面前犯了极大的罪恶。在这当中，在这一件事上面，一方面是亚伯拉罕完成上帝给他的呼召，另外一方面是要他去学习一个功课，就是当上帝要带领他前往迦南地的这个时刻，亚伯拉罕并不是用他人的眼光，他肉体的需要去面对走这个方向。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上帝是把那一块美好的土地早已赐给亚伯拉罕。我们相信上帝的保守是不用我们紧紧的抓住，因为上帝是会带领我们。然而亚伯拉罕所受的试炼的这个过程，他能对罗得说，你向左我就向右，你向右我就向左。他顺服在上帝的权柄带领之下，不用自己的力量来保守他未来可能得到的地方。在13章的第10到12节，他这里面很清楚的说，罗得举目看见约旦河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土地，所以罗得选择的那一块上好的土地，
渐渐往东移动。如果在我们人来看，好的都是罗德选走了，亚伯拉罕还是居住在那块看起来不是很好的土地。但是，如果我们认识神，我们真的知道神的带领的时刻，我们要知道，不是用我们人来保护自己的所有，我们要知道的是将这一切的事交托给神。虽然在这件事上，亚伯拉罕看似没有得到一块滋润肥沃的土地，但是他却得到上帝不断的带领。因此，在创世纪第14章中，有一次当基大、老马等4个王来攻打所多玛这个时刻，把这个城里面所有的人都掳走了，包括了他的侄儿罗德。亚伯拉罕就带着精炼的壮丁，去把被掳掠的财物、人口以及罗德的所有的家属都给救了回来。在这当中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不是依靠自己，他是让上帝再一次的来带领着他面对这样的征战。如此之后，在创世纪第15章再一次提及亚伯拉罕所领受的应许。经过这个战役之后，他带回来这一些，耶和华在异象当中对亚伯兰说：“你不要惧怕。”可是，在创世纪第15章里面，亚伯兰还没有看见上帝在第一次对他应许的这些事，所以他抱怨说：“我既无子，你还赐给我什么？而且要我承受我的家业。”他抱怨的这些事情，因为他还看不见。不过，上帝再一次的向亚伯拉罕显现，与他立约。所以，当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，这一次上帝与他立约，不单单只是再一次应许，更重要是为他们改换姓名，叫亚伯拉罕为多国之父，撒拉为多国之母，并且应许他要生一个儿子，就是以撒。然而，在这个应许当中，亚伯拉罕要再一次经历，也就是记载在创世纪第18章，上帝借着3位像旅客形象的天使，来向亚伯拉罕显现。亚伯拉罕很热情的招待他，是因为是他们的习惯，他习惯的这样的热情接待他们，让他们在树荫底下洗脚休息，为他们做饼、宰杀牛肚来接待他们。这3位当中，有一位显现出他是神，他明确的告诉亚伯拉罕，明年的此时要生一个儿子。但是他的太太撒来却在幕后偷笑说：“岂能有这喜事？”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年龄、自己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可能了，所以他偷偷的笑，是在笑说：“这哪有可能？”但是上帝说：“已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？”到了日期之后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这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期待。当这3位旅客要向前行，他们向所多玛眺望的时刻，亚伯拉罕与他们同行，要送他们一程。亚伯拉罕蒙上帝的拣选，上帝与他立约，他得到上帝的赐福。上帝眷顾他，使他遵守着上帝的道，他将来必成为强大的国，地上的万国万民并因他而得福，成为上帝在地上的见证人。因此，上帝说：“我所要做的事，岂可瞒着亚伯拉罕？”上帝到底要做什么事呢？而且这么明确的说，我必须让亚伯拉罕知道，因为上帝告诉亚伯拉罕，他所要做的事，就是所多玛和俄摩拉的罪孽甚重，声闻于我，就他听到这2个城的罪恶非常的重大，所以他要下去，要去看他们所做的。果真，他查看之后，与他所听到的一样，充满了淫乱、暴力、
贪婪，不连续孤儿寡母，不连续穷人。所以在公义的神的面前，这些事其实都无法存留。因此亚伯拉罕知道之后，这3个人继续要前往所多玛的时刻，亚伯拉罕竟站在耶和华上帝的面前。亚伯拉罕此时站在耶和华上帝的面前，他预备要向上帝有所求告。但这句话如果按照原文的翻译，应该是耶和华仍旧站在亚伯拉罕的面前。这个2个的差异，代表着耶和华上帝依然与我们同在。这样子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，就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：将来的事，你们可以问我，以至于我的众子，我所做的工，你们可以求我命定，也就是吩咐我。这样说来，耶和华仍旧站在亚伯拉罕的面前，是耶和华上帝对亚伯拉罕有所求，有所期待，期待他可以站起来，为着所多玛和俄摩拉向耶和华上帝来代求。因此，这段经文的一个重点在于，亚伯拉罕仍旧站在神的面前。亚伯拉罕仍旧站在神的面前，不是为了他自己，乃是为了这2个城。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再一次来看亚伯拉罕向神代求的时候，他说：倘若这个城中有50个人，你还剿灭那个地方吗？不会这个50个人饶恕其中所有的人吗？你要将一人与2人同杀，一样的看待吗？亚伯拉罕清楚的知道，上帝不是这样做的。他说：如果这样审判，岂不是不公义吗？上帝说：如果我看见在这2个城当中，在这个城里面有50个义人，我就为了他们的缘故饶恕这个地方。亚伯拉罕继续的说：如果这50个人中少了5个人，只有45个人，你还要毁灭这个城吗？耶和华上帝说：如果有45个人，我也不毁灭这个城。亚伯拉罕不放弃的，他再一次问说：如果有40个，那怎么办？神再一次回应：如果有40个人，我也不剿灭这个城。一次又一次，降到了30个人、20个人，最后达到了最低的极限。亚伯拉罕问说：如果有10个人的缘故，那怎么办呢？神说：若有10个人，我也不毁灭这个城。然而在这2个天使还没有离开，亚伯拉罕为所多玛做的这个代求，他说：审判全地的主，岂不行公义吗？看似为着这个所有的城里面的人来代求，但是其实他是担心他的侄儿罗德住在所多玛城，所以他关注的是不单单只是所多玛所有的人，他也关注着他侄儿罗德的命运。所以从50个、45个、40个、30个、20个，甚至到最后的10个义人，亚伯拉罕所祈求的是，如果有这些人，那么就能救所有的人脱离公义的报应。但是每一次上帝的回答都是能，却是在这当中找不到一个人。亚伯拉罕为所多玛和俄摩拉代求，好像是我们在传统市场当中跟摊贩一再不断的杀价一样，一而再再而三。因着亚伯拉罕对上帝的信心，他对神的属性他认知，他宣告神是审判全地的主，而且是一个行公义的主，所以他连续求告了6次。但是很遗憾的是，所多玛城
连10个义人都没有，以至于上帝无法拯救这个城。但是他仍然拯救了罗德一家。我们要值得注意的一件事，好像亚伯拉罕没有尽力继续求，只求到10个人就停止了。为什么他不继续求说，如果有5个人，如果有1个人才停止呢？因为亚伯拉罕他知道这当中没有，他无法继续要求下去。他知道上帝的惩罚必定临到。然而不论如此，他仍然不放弃的在代求。上帝常常期待我们能够站在他面前，为世人来求告，如同亚伯拉罕一样，不断的为世人来求。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我们知道上帝处理罪人的方法，就是我们要很清楚，上帝是不可欺骗的。上帝听到了所多玛城的恶行，他亲自下来查验，特别是在这个邪恶的城市，借由他的宣告与审判，就如同在过去旧约历史里面的洪水和巴别塔一样，人被毁灭，人被分散。上帝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罪，但此时我们在这当中的每一个人，就是不是在这个时刻、这个时代，我们一样生活在充满罪恶的当中？我们也有可能要受到这样的一个惩罚。但是因着耶稣基督，他道成肉身，他下来到我们的当中，他成为一个义人，而且让我们借由宣告相信他，我们也被上帝称为一个义人。因此在十字架的刑罚下，耶稣已经为我们承受了所有的罪。但我们要将这样的一个福音的消息向这块土地的所有的人民来宣讲，这也就是我们要来承受亚伯拉罕的代求者的一个事情。我们要让全地的人都对未来有一个盼望。如何成为一个代求者？有时候在我们的祷告当中，我们会为别人祷告，可是这个祷告有时候却是孤单的。所以在教会的礼拜5的祷告会，我们邀请各位一起来参与在祷告当中。主耶稣说，若有2、3人同心合意的祷告，为什么我们不能聚集在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呢？在过去的日子里面，我们的周5礼拜5的祷告会有许多的人来参加，因此再一次的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来礼拜5的祷告会，一起同心的祷告。我们已经改变了礼拜5祷告会的内容方式，要邀请大家一同来参与礼拜5的祷告会。我们的前一段时间有敬拜赞美，之后我们有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我们要来专心的祷告。我们祷告的事项，我们会一一的列出来。之后我们为了国度分享以及我们肢体之间的关怀，我们来带祷。然而在这过程当中，我们首先会为了自己的认罪悔改以及灵命成长来祷告。我们首先来到祷告会，我们要来认自己的罪，求主的宝血来洗净我们。然后我们要为了个人能在主里面改旧换新，日日心意得着更新来祷告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为着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祷告会之后，我们有固定的灵修祷告，与神亲近，能够遵行上帝的旨意来奔走天路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有第2段的祷告，我们求圣灵医治的祷告，这当中有饶恕与祝福，为着曾经得罪我们的亲人朋友来祷告。我们也有着怜悯的祷告，为着曾经受伤害的信徒，离开教会甚至离开神的信徒来祷告。我们有医治的祷告，求主医治我们受伤的灵魂、身体及生命中的软弱来祷告。在第3段的祷告当中，我们求神掌权治理的祷告，
这里面我们要为着教会的牧者、长职、区长、小组长、核心同工以及所有的会友来祷告，更要为着迦南教会各部的事工的推动、未来发展的目标与意向来祈求，要为着我们每一位信徒能够积极参与各种的聚会、祷告会、禁食祷告，并且能够接受操练，求神加添我们读经和祷告的动力。第四段，我们要为着第四点，我们要为着主任牧师的聘请，我们有列了这些事项，这是由聘牧小组以及长老们他们所列出来的。这当中，我们要祈求主来带领着我们有这样的特质的主任牧师来到我们当中。第四点，我们会为了奋心的祷告，也就是教会以及信徒，我们能够起来的一个祷告。我们寻求圣灵的带领，也就是渴慕圣灵保惠师的降临与同在。我们能够依靠圣灵，在任何事上带来盼望、平安与喜乐，以及我们要明白真理，求圣灵带领我们进度里面，引导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，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，使我们的灵命能够成长，信仰得以坚定。在祷告会当中，我们会为了这4件事情4个段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有信心的宣告，我们要忠心顺服的祷告。所以邀请各位弟兄姐妹，在礼拜5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同心合意，为着教会，为着个人，为着国家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那么你愿意回应这样的一个祷告的呼求吗？如同亚伯拉罕，他仍旧站在耶和华的面前，不断的祷告。我们要学习的是，在祷告会当中，我们领受这样的恩典。这个祷告会不是牧师定下来的，而是经过所有的一些的长老的讨论。我们认为接下来的祷告，我们应该更加的落实在我们的教会当中。所以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来参与，让我们来回应，我们能够站在耶和华上帝的面前，来不断的为着教会、为着社会、为着国家、为着肢体，不断的来带祷。这个礼拜有家庭小组，有2个问题，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。我们可以思考亚伯拉罕在这一段的向上帝面对面的代求当中，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质？第2个是，我要如何去操练这种不间断式的一个祷告，也就是为了一件事不断的代求，不放弃的祷告。愿我们都能够透过这4次的站在破口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代祷者，让我们能够为所有的人来祷告，使这个破口能够堵住，让邪恶的事不再发生，让上帝的公义、真理变行在这一块土地上面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，谢谢你，你的恩典的同在，让我们再一次来面对这个世上所有的邪恶、所有的挑战、所有的试炼，让上帝你的公义能够行在这块土地上，让这个破口能够堵住，让我们每个人能够真正的站在破口上面，为着这些事情恳求主你的赦免，恳求主你的公义，恳求主你的慈爱临到这块土地上面，让我们透过我们的祷告，使台湾、使社会、使全世界都能够有上帝你亲自掌权在当中，让平安喜乐变行在每个人的心里。愿主你亲自带领着我们。其实我们要用主你所教导我们的主导文，我们同心祷告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
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